会书来看其他的这搬厝无小心、无适应新的环境哦。这个少女呢是带伊的小弟是离家出走，这是一个姓华、高中2年的这查某囡仔，按苗栗德南搬厝到新竹德北，好亲像是因为无适应新的环境哦，就带伊7岁小弟离家出走，坐火车走转去德南，伊老爸真着急，拜托着这铁路警察来斗3工。警方透过监视画面中6人哦，顺利伫头份市找到这个便利商店，找到这对假地啊。铁路警察调出监视器画面，发现一对假地啊对苗栗德南火车站落车。伊老爸是真着急，原本因就住伫咧德南，最近因为连续搬厝到台北、甲新竹，读高中2年的查囝可能袂适应，才会带着伊的小弟来离家出走。那时候我们所长在询问他是大概是什么特征，然后是什么状况这样。这2个假地啊，行出火车站以后，都唔知影行对倒位去，因为2个人身上拢无炸钱甲手机啊，为着要把握时间，警方开着巡逻车，载着家属沿路走找了将近1点钟，总算伫咧头份的威强病院超商找到这对假地啊。一直转学，然后让他可能在面临新的环境跟新的状况，跟面临新的同学，他可能会有点适应不了的问题。警方表示，这个查某囡仔因为当时青春期，可能面对新环境无法度适应，佮甲厝内的人无法度讲话，才会来带着伊的小弟离家出走。提醒家长应该要加开一寡时间来陪伴。这个爸爸会当将伊的囡仔找回来，对警察大人真感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